年假期间，民众要加注意山区道路的状况。亲像伫咧南环公路有侪所在，这几天有发生崩山落石。虽然早时开始有陆续咧清理，但是台东的迄头也阁有崩山面积较大的所在，也未抢通。另外，伫咧南投澳板台森林游乐区也惊有崩山甲烂雾霾，暂时是无开放。6月初10日才会重新开放。落石对甲那山的大型崎岖继续恶，南怀公路台东海端乡连远路段，初七半暝遍布崩起，大量土石将道路砍掉，完全无道通行。初八早起，关山干部段为花厂商进场抢通，也毋过因为崩塌面积受单，佮加上一流落石甲山区起雾、南旁的落雨，抢通时间为下昼3点，延后到6点。土石也一直为遍布连落来，南怀公路高雄迄边的马苏花儿崩坑路段，也因为最近山区强降雨，土石含水量悬，顶遍布崩塌落石，佮继续落拢无停，影响作业。干务段估计爱到中昼12点抢通，也毋过因为台东这边也有大量土石爱清理，只开放门西口加向阳通行。由于午后山区比较容易下雨在这边呼吁，如果上山的游客来注意这个山区的一个路况非必要的时候尽量不要上山。另外，澳门台国家森林游乐区连外道路，因为南大山区较会崩，土沙流修远3天，到6月初10重新开放。信义乡玉山北同关步道东部段崩塌封起来。527年假有计划出去佚佗，拢爱加注意山区相关状况。记者综合报道。